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 AM 新闻，我是陈志安。先看今日新闻重点。新一波的内阁人事淡水边的人马马英成准备接任国安会资讯机关，林辉环会做国安会副秘书长。咱海军和美军顶个月伫西太平洋海上演习，国防部表示双方无经过安排，是拄好当着进行操演。三山北大 Uber Eats 宣布用美金9亿5千万，甲台湾的副片搭买起来，上紧明年就会完成。新闻一开始，先关心政治。新政府是搁再公布新一批内阁人事，其中上届受到注目的是淡水边的人马，前总统副秘书长马英成会接任国安会资讯机关。另外，还有民进党的前副秘书长林辉环会接任国安会副秘书长。也5日空的就职大典，新北市长侯友宜是讲，行程已经排满，应该未去参加。前总统大清的5日空要就职，台中市长罗秀燕已经向市会总执行请假，台中市长张善政也确定要参加。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宜目前用行程将无闲来负责。就职典礼集合市长恐惊6欠戏，不过侯友宜会参加新内阁第一摆行政议会。每个人在行程的安排上，就算有所不同，能不能参加，我们对政府新的团队。我们都给予祝福跟高度的期待。上一任蔡英文总统的就职典礼，我有亲自参加。那这一任赖清德总统呢，我也会亲自参加。其他南亚县市长、花莲县长徐振辉用地动了后，中建公布为主，5日空可能未参加。台南县长赵庆玲是讲会努力排出时间。那目前因为520市值会议议会期间开议期间，那我们现在要把一些行程能够看能不能调开啊，我们会试着努力。花莲正逢04、03的大地震，有相当多的工作。如果我们有时间，我们一定去；但是如果地方上的行程太多，应该没有参加。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证实已经收到邀请批，传出亚东时收到电文餐，提过妨害名誉自诉函的诉状，是不是参加5日空就职，有缘无讲。电文餐表示，那朱立伦愿意参加，为政治和谐愿意提过。林涛有对这个媒体表示，他说，因为有一个这个涉及这个妨碍名誉跟诽谤的官司，撤告的话，他们会出席520。我说，如果要以这个为条件的话，那当然我就撤告。内政府新一波人事报告出来，除了总统府副秘书长张宗涵留任，前立委何志伟也要出任副秘书长。副防换人是竞选换人郭家辉，加民进党换人李文接任。国安会主委人事，江南各族推手黄曙光留任。边条大将前总统府副秘书长马永成也转来林辉环会接国安会副秘书长。对新这部何志伟案的声明回应，会全力以赴。记者综合报道。根据路透社报道，讲咱台湾海军和美军顶个月有伫咧西太平洋秘密海上演习，双方大概有6架军舰参与，主要是演练补给甲通信项目。咱国防部嘛表示，为了避免无必要争端，双方无经过事前的安排，是拄好有当着才会进行操演。台美军事的交流各方逼出来，路透社讲，咱国的海军和美方4月伫西太平洋进行无公开的海上演习，台美拢总有6架舰艇，包括护卫舰、补给舰和支援船来参与，演练加油、补给、通讯等等。国防部则是证实海军则无有机小岛的行动准则执行相关操演。海上的不确定性因素非常多，那么为了避免在遭遇的时候相互之间形成一个干扰，海上不预期相遇的一个行动准则。来依照这个规定来执行一些这个例行的这种操演跟演练。美国海军跟周边的盟国都建立了 CUES 嘛，那如果说我们跟美国海军建立这样 CUES 呢，未来有可能进一步可能有一些就有其他那个进行联合演习等等相关机会，因为双方有彼此之间有一个互通的这样联系等等这样子的方式。对台美的军舰在海上这么拄好拄到，或者分析过去是定听到，但是这摆是外国媒体主动公开，一个是展现台美的关系升温，另外一个是透过做伙演习，互相更加打吧，帮助台湾进一步争取参加多国联合军演的机会，各更加强和美方的军事合作，应对中国侵关台海情势。中国台湾1109舰，我是157舰，请注意你的位置，向东调整航向，与我保持安全距离。
中国控五二地区的南地水南10一时出现伫澎湖4个里仔的海域，海军派出长现军南港控诉对方警告要注意家己的位。国防部批评起无空对区域的和平稳定无帮助。另外，国军的电脑兵推4月底结束，今年是增加到8天7暝。嘛，甲俄罗战争以下冲突的经验、认知战、无对称的作战拢放入来，嘛，第一要加入中国军种汇论的威胁。本次的整个成效主要是提升了整个联战指挥机制运作的能力及指挥官指挥决策、参谋的判断和计划作为能力。针对国际关心5日抗台海情势的变化，驻美代表2大雷讲，目前伫两岸国际关系拢遵循蔡总统的路线，台湾毋是麻烦的制造者，未宣布独立，嘛未制造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3月时，咱金门有钓客跋落海，然后中国海警船救起来。其中一个因为有军人的身份，到今也互中国压力未当转来。警方部证实，家属已经替伊申请退伍，希望讲若失去军人的身份，会当互人赶紧转来。即马就看中国伫咱5日抗战前要安怎来办。我们想说可以用让他说已经不是军人的身份让他用百姓的身份看能不能早点让他回来家属希望中国赶紧把人送到转来。3月发生2个金门钓鱼的人出海失联，互中国海警船救起。姓吴钓鱼的人已经送到转来，不过姓吴因为阿兵哥的身份，到即马无下落。即马军方证实家属主动申请志愿退伍，5月册表已经有效。无视透额家属主动申请自愿退伍，基于尊重个人及家属意愿，叶凤核定于113年5月8日临时退伍生效。他有个家庭要养，然后小孩子跟太太也都想也能够早一点回来，就是人也救啦，心也爱救啦。2017年嘛，捌发生伫金门做兵4党的查甫人休假出海钓鱼，渔船沉去，然后中国救转来厦门，由金门红12会接到转来。2023年3月，金防部2大守备队4弹的士兵离营失联，互厦门海警救起来。国防部判定逃兵，警方嘛发布通缉，不过伊到即嘛还未倒转来。对于军人钓鱼的人已经退伍有效，金防部讲会持续透过县政府单位协调，希望中国赶紧放人。如果确实能够在520之前让这位军人赶快回来的话，我觉得起码对新的赖政府应该也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善意。学者分析，军人的身份互对方救起来，往往会变做政治敏感事件。希望中国以海上救护合作理念，尤其是伫5日抗战前，军人敏感的身份用退伍来解脱，等于是家求等候对方。望伫5日抗战前，中国会当释出善意，甲人送到转来，也有助两方局势小可会当缓解。记者综合报道。送餐平台 Uber Eats 宣布用美金9亿5,000万，甲台湾的foodpanda买起来，上紧明年的顶半年就完成。不过考虑到高占市场的问题，这项协议搁要等待公平交易委员会审查。无想要出门买食物，未少人会请外送平台斗相共送。今日4月因看到外送员的身影，不过外送平台 Uber Eats 14对外宣布要用9.5亿美金并购foodpanda台湾外送事业。我想跟大家分享 ，Uber Eats 已经取得并购 foodpanda 台湾的协议。我们希望于2025年有机会能获得此并购的核准。这项交易还要经过公平交易委员会等主管机关的审核通过。在审核完成之前 ，foodpanda 所有的服务皆维持不变。foodpanda 强调，伫并购协议审核完成进前，所有服务拢未改变。推算分析，这2间外送业者伫全台合作的店 ，foodpanda 超过10万间 ，Uber Eats 是7万间左右。消费者上侪人用 foodpanda 外送，市场关心若并购案成立，是不是造成外送费用变贵，影响外送员的生活？担心说他的福利以及工资以及报酬的方面受到影响，可能外送平台原本愿意加码的状况之下，变成不愿意加码，或者他直接做砍工资的状况。如果只有一家独大，那就变成他们说了算，毕竟做生意了。公平会指出，这2间外送平台伫台湾差不多8成市占率，并购案爱送到公平会做竞争审查，为避免出现垄断行为，结合了外送平台市占率甲是毋是联合定价一致性行为，都要特别考虑。结合后的那个市场集中度的改变情况，事业在结合后是不是有能力去涨价？涨价的幅度到底高不高？如果同时呢外送费去做一些调整的动作的话，那2家无法去产生所谓的互相制衡，除非本土品牌呢也能够去提出，例如说相当的规模或者是一定的成长空间，那这个时候对消费者来讲的话才会觉得比较平衡。
公民会表示，目前还未收到外送平台的评估案，不过必要时阵无排除举办公听会，或者是座谈会，听各方意见。记者综合报道。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正草案今三读通过，针对罚金1000元以下有5项较轻的违规案件开放检举，上紧6月实施。这5项会使检举的包括着骑车保持安全无、停车反向、人行道违规停车、占用新障车位等等。不过，除非是互警察当场查到，若无原则上是未记点。再来看苏花公路大清水明磅坑进程，因为地动崩山，目前是搁咧修路。不受到讲，今日施工切更紧的时，煞喷火车无细力导火，目前搁咧抢救当中。这行人到崇德路段已经禁止通行，也唔知影当时才会搁开放。乌烟一直庆管消防人员关心拍火，大高线159.3公里的所在大清水明磅坑，在早起10点55分左右发生大火。上次04、03地震的时候，那个泥隧道有被砸掉一个洞，我们现在是正在做修复。钢筋切除的时候，那有一些火花，那个火花有喷到那个废轮胎那边，那不慎就引起火灾。因为现场为泥隧道的上方接近不易，而且是上面的防护的轮胎在燃烧啊，所以我们现在持续在调我们现在的泡沫桶来全面的来抢救。一直到下晡2点，火势依然在炭烧，消防人员用南北2边来拍火。5幺车加压，5幺车加压。大清水明磅坑因为0403强烈地动引起崩塌，造成顶帮破去，所以这一段期间一直在抢修。结果第测度顶帮更紧的时阵，无细致引导防止石头连落来的废车链，才发生大火。拉位置还在拉位置，先不要。这路段因为强烈地动影响，下清水桥长期公路桥逐工只开放早起6点到8点，中昼12点到1点，甲下晡5点到7点之3时间通行。在火灾发生了后，封闭双向人车通行，也造成塞车差不多是3公里。等快4个小时了，还是要等啊。这边有人跟你们说明发生什么事吗？没有啊。我们11点就到这边了，想说12点放，结果才知道那边清水那边发生火灾。蛮长的，后面已经看不到尾巴了，你看看。哇，都是哈。因为现场火势扩开范围扩大，消防单位到10时下晡4点也在控制火势当中。公路局指出，为何人到装着管制路段的放行时间，要等火拍花，而且无通行安全记录了后，才能开放。记者综合报道。电火消息来看，台南嘉里昨一间塑胶工厂大火，烧超过17点钟，佮一直咧呛乌烟。环保局是派人伫咧现场监控空气品质，消防佮罕见出动消防机器人来拍火，是到下晡3点半才甲火拍花。对远处就会使看到高高的浓烟是一直升起来。现场消防的兄弟更是拍火拍甲拢无力。台南嘉里区一间塑胶工厂13号暗时发生大火，占地大约1200平的厂区全面燃烧。大火是持续延烧，虽然到14号透早火势控制，不过嘛一直拢有大量的烟。台南市环保局嘛派出人员专程监测空气品质。空气品质经过我们现场的执行人员的同仁的监测。还有我们关注的台南的安南车站都属于在 AQI 50左右，那现场的浓度还是属于火灾的形态。工厂的建物是3楼的钢骨铁皮条管，是塑胶原料甲合成塑胶的制作业，内部是放大量的塑胶原料。起火了后是烧真紧，大火阁烧到隔壁的厂房。有啊，我弄用水管，你家平的啊。哦，来这平啊。你迄附近拢下甲拢乌。对啊。墙壁嘛，拢斑驳，拢对啊。你该会什么影响恁的安全啊？应该还好啦。但是阮大店，阮拢下班时阮就进来啊。阮是纯就是摆那店，你无可能进啊。你有消防的问题啊。正讲大就大，还袂大入啊。14号上午虽然火势控制，但是还袂拍花。消防局嘛出动3台重型机具来开雾，消防机器人嘛协助拍火。第一时间先把重点放在3个面的这个厂网的燃烧，然后成功的阻绝这个燃烧，配合重机械，然后泡沫的这个处理。
大火是一直撑起来，环保局是监测有可能影响嘉义区、七股区、安南区，持续监测空气品质，呼吁外出都要挂吹烟。而详细的起火原因，搁等待相关单位来调查。记者王正云报道。再来看新北中和，有警方讲接到通报，讲伫咧湾山路一间摩铁路内底，听到有人咧冤家，去到现场所发现讲有两囡仔哪像互人活活翕死。目前警方已经甲因的亲戚老母带回去问过，这详细也等待厘清。目前呢，现场是排除有母亲以外的其他人有进出的状况。那相关的死因，那我们目前在采证当中，也会后续会报请地检署来做刑事相验。经过初步调查，这查某人讲是因为压力受大，食毒了后才错手甲囡仔翕死。这警方嘛表示，目前命现场除了这个亲戚老母以外，应该是无其他人出入涉案，专案也需要查明。疾管署是公布顶礼拜当下病毒的就医人数是超过17000人人次，昨以来上界多。其中北部有一个集会养婴仔，哪像佮当时去挖着新冠肺炎，连带佮引起脑炎，目前人佮咧住院。新冠疫情已经过高原期，不过顶礼拜增加246例并发症，有豆豆新冠的出现。当前个案当中有2个集会查甫囡仔拢是感染新冠病毒并发脑炎，其中一个人个疑似同时感染同一病毒。疾管署表示，个案伫5月出现发烧、口腔溃疡等症状，诊所医师诊断是同一病毒，后来因为救紧送去新冠快筛是阳性，研判可能同时感染同一病毒甲新冠病毒，佮并发脑炎送到好病房，好加在治疗了后有改善，目前依然住院治疗当中。感染新冠病毒跟肠病毒都有这个在小孩都有并发这个重症的风险，包括像这次的这个个案的脑炎。疾管署表示，国内同一病毒多是流行期，顶礼拜问基诊都有1.7万多人次，是最近10年来降期上悬。顶礼拜全台有256个小学幼儿园班级停课。目前检出同一病毒7亿型的新北市、桃园、高雄、屏东等6县市，北向电市区阁被疾管署点名是高风险地区。目前我们肠病毒的疫情呢是处于流行期。那根据疾管署实验室的一个监测，那今年肠病毒呢主要的一个流行型别呢是科沙奇 A 型。另外，幼儿上季疫苗做的 A 款疫苗检探外口，秋龄风挂甲外压有增加，总共17万剂的疫苗验收无通过。疾管署已经要求厂商换货，按算到会前恢复稳定用货，差不多12万的幼儿受影响。疾管署提醒，带囡仔去做 A 款疫苗进前，上好先问医疗院所供应的情形，才袂被走一逝。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北市温州街52巷，日本时代台北帝国大学的官舍群，即马却撞到途经的问题，恐惊都要拆掉。文化局今派人去会勘，看敢有文字的价值。有民众是认为讲，这是台北历史发展的见证，应该爱保存。嘛有人是认为讲，这个官舍无啥物特色，爱赶紧拆掉。温州街52巷附近的一居民拢到位，因为这条巷仔有1930年台北帝国大学起的官舍群。这搭官舍群即摆面临要保存，也是拆掉都市更新的选择。台北市文化局拜二针对温州街52巷的上述这边做文字价值的会勘，也那伫咧徛所这边，因为过去互人认定无文字价值，伫咧1号甲3号的部分已经伫旧年底的时阵互人拆掉。落尾5号甲7号的部分，因为文化团体提出新的事情，证明中间年的遗书则永和甲陈基乐捌带过遮，所以这阵文化局要重新提起调查。这附近的地理关系来看，台湾大学还有师范大学，这个都是从日治时期一直延伸下来的地大跟台北高校。其实这些学校设在这里，就是台北城南发展的主要原因。支持保存的居民认为，这个官舍群在台北市发展历史当中有重要代表意义，应该保存。而且，佫是研究族群文化的人类学家陈基乐，佮推动台湾史研究做永和两个中间院遗书过去大的所在。不过，也有居民认为，这个官舍群唔但老旧，定有网通影响环境，而且建筑也无特色，无保存价值。如果这个东西有值得保存价值，比如说这个日式建筑，比如说它有17、18个特征点。
都是不错，而且保持完整的。那当然这个有保存价值的意义。可是这个你看到它全部只有那个脑袋那个窝角，那窝角又是平民啊、百姓啊，通通都可以做的。反对保存官舍的居民认为，这个官舍群应该拆掉，伫都市更新了后，搁再伫新的空间按所在纪念较妥当。支持官舍群保存的居民认为，1号甲3号已经拆掉的土地，又有够都市更新，村的官舍群应该保存，规划做文化园区。台北市文化局这摆的会刊，至少需要1礼拜的时间完成记录整理，做落来会看内容，搁再排入文字会审查。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国 OpenAI 发布上新的新生式 AI 模型，若讲会当看有影像，讲过嘛开始有情绪。不过人工智慧的快速发展嘛引起社会议论，就讲 IMF 的总裁就警告讲 ，AI 恐惊会取代掉咱人60成的工作。美国人工智慧公司 OpenAI 13发布性能甲效率更较好的 AI 技术 GPT-4o， 这项技術即關 OpenAI 研發的生成式 AI 工具 ChatGPT， 喺文字、影像甲音訊等方面，力量攏有提懸。I want to introduce you to somebody. Well, hello there, cutie. What's your name, little fluffball? 成功判讀影像展現有情緒的武器，是模型較針對開講自然個流量，應在反應也互人食啞巴。Can you give me feedback on my breaths? Okay, here I go. Whoa, slow a bit there. Mark, you're not a vacuum cleaner. OpenAI 選擇 Google 生成式 AI 開講機器人 Gemini 出來前一天發布 GPT-4o， 競爭意識更高。美國科技公司 Anthropic 開發的 Claude 是進軍歐洲公營理解德國會、法國會等真一種歐洲的會，引甲當地使用者對話。不過科技公司正大生成式 AI 霸權，人工智慧發展正緊也帶來溫休。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喬治愛華進前就指出，人工智慧親像海洋共款衝擊勞動市場。未來2年內會影響先進經濟體60成的工作機會，甲全球4成的工作。美國有藝術家、音樂工作者控告 AI 侵權，包含紐約時報在內。全美國有8間媒體4月底提告 OpenAI 甲微軟，無經過許可撤出受版權保護的新聞文章，用來訓練 AI 開講機器人。公司新聞勇敢評價。講到美國總統拜登，因即馬是拍算要對中國產品，包括電動車、半導體、太陽能、醫療用品等等物件進口，攏要扣重稅。有知內情的人士透露，其中對中國電動車的關稅，就要扣到100%，要防止因來吞佔市場。设在密西根州利沃尼亚一间汽車測試和降低成本的諮詢業者 CareSoft Global 是透過設在中國的辦事處，每一台比亞迪海後車款的電動車，甲伊拆解分析，佮做測試。捌佇通用汽車公司做總工程師的沃伊喬斯基講，這款車是向美國汽車業挑戰的一個信號。美國的汽車業佇設計低成本的電動汽車這方面，其實是落後中國真儕年。Because they're so highly vertically integrated at their labor rates, in their process, in their environment, a tremendous cost advantage. And so that's why they're bringing forward a vehicle priced in this $11,000 range. 比亞迪這款小型繼續較低電動汽車，駕駛性能是真好。同款工價車款喺美國賣，繼續是比伊懸3倍。比亞迪已經喺加州是有設生產電動巴士的工廠，而且一直喺墨西哥找適合設廠的地點，一直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利便，讓產品免關稅銷去美國市場。為了阻止中國電動車的入侵，美國政府除了是一直甲墨西哥當局施壓，地政人士嘛講，拜登說落來會對中國電動車扣100%的關稅。今年到第一季為止，中國銷去美國的電動車，敢若 Volvo 和吉利汽車合作成立的極星和 Polestar， 數量在2217台。極星的執行長英格拉斯頂個月向路透社講，因計劃要提高產量，銷去海外的市場，目標設定歐洲佔40%，美國30%，另外在亞太地區的部分是佔30%。
根据了解，14就要公布的新一波的关税，佮会保留川普政府的时期对价值3600亿美金的商品扣的定发性关税。除了电动车以外，项目佮锁定半导体、太阳能板、医疗用品这关键产业。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印度人口上侪城市雾霾，这几天是透风落雨，市区一块超大地看板就互风规渗倒，若是甲厝拢缀绑去，佮去缀着人。目前所在上无14个人死亡，70个人受伤。印度孟买东部加油站边的大型看板，伫当地时间13下晡熊熊倒去。这块广告看板长度70公尺，宽度50公尺，因为制作袂掉，当地大风暴雨，也佮有沙尘暴的侵袭，一直涌害。地歹下骹几落栋厝，佮有扣歹真侪台汽车车顶，造成几落10人吊伫看板下骹。大阵警消甲国家救援队去救援，因出动磕头机、切割机这工具，破坏看板的铁架，要甲掉伫内底民众拢救出来。Till now we have taken out almost 8 bodies, and now we have just located 4 bodies. As I told you earlier, 4 bodies are inside. We have located them, but we cannot remove them due to this petrol pump, and the situation can be hazardous. 孟买雨季大部分伫6月至9月，是印度开发生严重大水加落雨灾情的城市之一。不过5月13的大风加大水雨，造成真一丛路树连根飞起，陆空交通拢受影响。除了火车系统大乱以外，孟买市的机场航班捌停飞，至少15台航班被迫改道。It's not a disaster. If this boarding would have been properly installed, if the foundation would have been that strong, so this casualty would have not happened. 这届倒去的广告看板是当地上大的看板。意外发生了后，当地官员去勘查，发现这个看板也未得到市政机构的许可证，是属于非法的建物，并下令要检查当地所有广告看板的结果。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O 5月27日要伫咧瑞士举办，咱台湾又阁是连续8年无受到邀请。咱卫福部嘛表示，新的卫福部长邱泰源同款会带团去交流，希望和咱关系较好的国家会当斗战声，为台湾争取到观察员的身份。今年世界卫生大会 WHO 要伫5月17日伫瑞士日内瓦举行，13是 WHO 注册日期上尾一天。不过，就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公开鼓励甲支持，台湾已经连续8年无收到邀请批，中国阁无暗砍打压台湾的国际参与空间，讲无经过中央政府同意，台湾无权参加，阁批评民进党政府以为无度。外交工作是我国的主权行使，他国无从置喙。参与国际社会是我国身为国际成员的权利，从来不是寄望中国的善意，更无需对岸的同意，也不会在对岸打压下屈服。由邱部长来带着行动团过去日内瓦，就是跟国际社会再表达一下，应该把台湾加入世界卫生组织，还有WHO观察员的声音。卫福部表示，世卫行动团会伫日内瓦举办2场全球性论坛，继续向世界展现台湾工会贡献。面对中国一直咧打压的动作，南非希望新政府应找到两化新的交流模式。立委时直接表示，台湾会继续展现工会软实力。不管是打压，不管是竞争，不管是这个相关的一个互动，我想都持续。但是怎么样的接球，我想这就是新的政府应该要以新的名义来去跟对岸做交流。我们在场外，我们依旧能够展现台湾医疗健康政策的国家软实力，重要的国际参与，台湾绝对不会缺席。台湾虽然今年依然无受邀请，不过有期 WHO 伫5月17日讨论台湾申请加入世卫观察员的相关的代志。卫福部表示，行动团会提早到日内瓦甲理念同款的国家进行双边论坛，希望友好国家为台湾加入观察员来发声。记者综合报道。电话消息来看，台中大甲一间高职的英文老师，因为讲想要鼓舞学生读册，竟然讲你若无认真，这大汉就会变做假收入户。了个闹一句讲，然后假收入户的学生听了会哀叫，下课会当去找伊，以权益回失的。
教育局嘛表示，已经要求学校爱甲老师慎重警告。老师伫上英文课，毋过讲即种话，互听到的学生囡仔真意外。大理公司。如果好好学习的话，我这一边是接受不。这个话一个出来，学生真不满，因为班里真正有低收入户的同学，有同学看袂落去表达抗议，老师煞用这种的方式来表达失礼。但我跟你说，我想要的，既然班上没有6个人的话，就有。我会先代表学校来跟学生说一声很抱歉，这个我相信老师是出于这个激励的角度，但是老师肯定他不是恶意的啦。袂少学生反映，这种的话语有针对性甲轻视的意思。学校嘛出来表示，这个老师伫课堂是表达鼓励学生的意思，确实用词无够精准。事后追查，这个班级有3个低收入户的学生，也有1个中低收入户的学生。对小孩子的心理跟父母一定会觉得，这样子很不公平。我觉得这样标签化也不太好，这样久了之后，对低收入户也会越来越没有信心。民众认为，是毋是会晓读册甲低收入户根本无关系，而且各县市的低收入户标准嘛无共。以台中市来讲，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到每一家伙仔人口，每人每个月无超过15518块，不动产规家伙仔合计无超过366万。动产的部分，规家伙仔平均每年每人无超过8万，都符合低收入户的资格。对老师用词，台中市教育局已经要求学校爱正式警告。针对该名教师上课时使用不恰当言语，学校已经严正告诫老师。该名老师对于此事感到相当的懊悔。他不知道他自己讲出这样子歧视语言后面的影响是全班，不是单一个个案。人本基金会认为，教育现场都不应该出现这种用语。学校嘛表示，会请当事学生甲老师当面沟通，若做无法度和解，就会进一步召开校事会议。记者综合报道。新北有一个家长指控讲，家己咧读国小有自闭症囡仔，去互老师霸凌，讲爱囡仔发写超1万字，佮无爱互囡仔参加户外教学。学校是讲会调查详细，教育局嘛表示，若是事实，绝对会重罚。高高一沓纸全部拢是学生发写的字，一个家长出面控诉，新北市三峡一间国小6年的导师，为去年12月开始，就用各种原因要求囡仔发写，已经超过1万字。我们并没有以特教生去要求老师，但是你也看到这些罚单，太离谱了，1万多个字，在10几天你就要他全部完成。正常小朋友不要说，大人都难以完成，老师是不是太苛刻了？家长表示，4月初，佮因为老师讲发写字伤过老草，就擅自为囡仔签暑假，不准伊参加户外教学，连家长拢唔知影。原本就因为自闭症较敏感的囡仔，几啊天拢靠咧困。教育局已要求学校依法调查，倘若属实，必定严惩，绝不宽待。另外，移送社会局进行裁罚。新北教育局表示，若是事实，会要求学校展开调查。不过5月初7，学校代表甲家长因为无共识，开会无成功。即马学校函请教育局来协助调查。我们就听闻到局里面去，然后请局里面给我们3到5倍的专家学者，或者是特教专长的专家，由外面的人来做调查，这样子可能会对这件事情比较公正的处理。家长表示，老师透过学务主任转达是误会，愿意沟通，定就减少发写量。不过，这互家长更较生气。目前案件已经进入调查程序当中，家长敢若希望真相赶紧出来，幸福囡仔平静的生活。记者综合报道。想要去台北打拼，因为听讲啥物好康的拢伫遐，这句歌词可能就要退流行啊。高雄青年局大港青年实习媒合计划，今年已经办第5档啊。去年成功牵成9000人找到工课，有超过7成学生毕业了后，拢阁留伫咧高雄食头路。其中嘛有要3成，就是挂冠市来的。提出念影的器材，摕出差来做准备。往南去高雄念电影系的单位函，去年3月，大学4年的上尾一学期是透过青年局的大港青年实习平台的媒合，变做影像公司的实习生。毕业了后正式留任，因为看到高雄影像产业的前景，佫决定变做甲个人。台北的影像产业已经很饱和了，那我个人觉得高雄在这一块。它硬体越做越好，例如说高流啊、博尔那一块，其实硬体已经慢慢越做越好了。那缺的就是软体。那当然觉得说，
我们这样也可以在高雄可以有发展的机会。含单位和颠倒饼的，就是伊的前头家现任的甲股人翁端宏，伊原本去北部发展，伫台北接案2年了后，决定登去故乡创业。虽然暗量稳定，所以南部是真歹找人。影视行业求职人又在北部居多，所以其实平台上面来说很难找到。那我之前也有试过在脸书平台上面去。但是好像现在年轻人族群也不太容易在上面就不太关注脸书上的东西。两个人才短短一冬外做工课就已经真大把。根据青年局的统计，去年计划每合的人数第一摆破1000到1016个人，落尾留任的有751个人，占74%。40省内面有306个是对外县市来的，落尾有7%拢总233个人。伊计划决定到伫高雄就业。这些青年伙伴，让他们能够在高雄读书的时候就了解高雄的产业，进而有机会在高雄就业。我们也要防范北漂，高雄的青年失业率逐步的下降。青年局分析，服务和技术这产业缺的人上多，每合都相关的是学术教育和辅导，会当看出学生对各产业的好奇，透过实习提早入来到工课场，唔但会当让学生了解有兴趣的产业，嘛希望减少少年人做的袂做中失业的状况。记者综合报道。电风放上头，共款来看高雄的高山中华桥，2022年某南马空车并落去桥下死亡车祸，市府事后是伫咧桥顶采2支翕相机来掠超速，不过煞互人发现讲根本就无过电，唔捌用过。交通队嘛表示已经处分相关人员，明仔就会接电正式处理。有一台南马空车为3站楼悬的中华路桥桥顶摔落来，造成驾驶死亡。这件严重的车祸发生在2022年。事故过后，中华路桥南北边市府拢有装测速翕相机，限速40。不过，民众最近才发现，这个机器已经设一冬5个月拢无接电。民众表示讲，测速翕相机确实有威胁的作用，不过无通电是较罕过。所以讲，伊照一个测速照相机，也是有好处作用，不过真正是爱通电，所以是较好啦。自动我会去减速，而且它路面也有那个凹凸不平的那一种不平的路，让我自动也会去减速。根据交通大队调查，台电伫去年8月到10月已经完成2台翕相机的通电程序，是时工厂商无沟通好势，警方嘛无追踪进度。交通大队承认是因监督无周全，已经处罚申办人员。中华路桥翕相设备也未通电，那初步了解是因为厂商沟通有落差所影响。本大队监督不周，会检讨改进。交通大队表示讲，2022年事故了后，有伫涂骹位减速的测试飘线到达车祸有降50%。目前已经通知台电，这2台测速翕相机会伫15通电使用，量早互机器发挥功能。记者钟义辉、柯昭勇高雄报道。再来看台南归仁公有市场，最近受民众反映讲，市场内底手机啊拢收无信号，市场大嘛咧管讲，拢爱家己牵电轨。市场处是回应讲，本地是有要采基地台，毋过就住户讲会影响健康，所以上好也是建议家己去牵网络。台南归仁公有市场内5花10个单位，总是袂少民众会来市啊买煮食的食材甲果子。毋过即阵所有人反映，被拿入去像消失去共款，手机拢卡袂出去，嘛有侪单位怨叹无信号、恶联络，规气无爱插手机啊，改牵室内电话，因烦恼若歹运发生代志要安怎？实际到场信号干那一个尔，甚至会徛个直接坐店外口收信号。家人需要你在采买一些东西的时候，打了很多通，根本就接不到，然后我们有时候有接到未接来电要打回去，也是打不出去。伊的时间伤济啊，所以等于影响到手机也袂通啊。做困扰，因为就等于讲，有当时电话袂通，有当时人要叫回，没有办法联络得到。我的是接得到，是其他人接不到，都要跑去大马路上面。这个市场到单已经40档，经过了解，早前市场内8set强破去，后来听调，就要因为这内政保强工程4库连灯的壁刀太悬，地书收无信号，随往市场内办公室有网络，不过市场处回应，迄是接市府专属的线路，考虑治安问题，并无对外开放，伊也是建议主地会会当家己看网络。我们有请那个电信业者啦，进来评估是不是可以设基地台。
啊，因为设基地台吼，摊商甲一寡知识会可能感觉讲，迄可能有辐射，哦，所以因为个尾仔个讲无爱设啦。阮市长处嘛是有建议讲，啊是毋是啊无咱来设 WiFi 啦？这装几台在看嘛，一定爱装啥3、4台啊，用阮的自治会来申请的。啊，无你市长处伊也毋管你条啊，市长处伊讲因无你插恁这信号好啊歹啊。市场面积有1000公顷，计共有167笪伫遮做生意。主题会讲，因目前已经有请电信业者来评估看网络，按说无偌久就用好势啊。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讲到新德公园最近为着要处理雨风雨渗倒的树啊，是甲附近的樱花树隆重撤掉。其中一丛，阁是志工用8年的时间，真无简单，才接机种的日本樱花。嘛，互当地民众是感觉真无奈，嘛真唔甘。看到辛辛苦苦种8年才接机成功的樱花树，即马变成这款模样，志工心肝内实在真唔甘。慢慢培育，慢慢培育，然后开花结果，结果他因为要记住要移除树，然后就把我们的樱花把它锯掉了。但年2月时，新德公园拢吸引不少游客来这看樱花。最近市府因为处理和雨水渗倒去的树啊，甲附近的樱花树嘛撤掉，其中有一丛就是志工用8年的时间，真无简单才接机成功的日本樱花。很不舒服的哦，真的，我一直在讲，就是说，我一直在跟他们讲说，你有要弄到樱花，你必须要经过我们新竹市育樱会来咨询一下嘛，哦，结果他们都是我行我素啊。专家讲，接起过樱花，去互人直接对树头撤掉，就算会话未来想要搁生出日本樱花，根本无可能。这个关系到说当初嫁接的技术好不好？技术好不好？如果技术好，它就会愈合跟结合的很紧密。那如果不好的话，就容易怎样断梢啊，或者有孔隙。但是如果从地面砍掉，那只剩下那个山樱花的头嘛，那再长出来就是山樱花。市府坦白过实，表示未来会加强人员训练，袂搁再发生这款代志。未来会跟樱花协会来做个沟通。那看未来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灾害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跟他们沟通更精进的作为，尽量减少这边环境的一个冲击。这丛日本樱花要看，即马只剩演过相片通看尔。种这丛树仔的志工表示，当初伊是对一个日本朋友遐接机来的，准讲想要搁接上去，恐惊无遮尔简单。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那讲到文献记录，定定拢会互人感觉真无聊，甲咱的生活无相干。台北市文献馆每一年拢会举办族谱比赛，官方表示，文献其实就是咧记录成果。族谱虽然是家己厝内底记录，毋过嘛会当看出整体台湾的历史变化。甲族谱用电稿、唱片、唱盘、摩天轮来呈现，打破大家对族谱的印象。这拢是学生囡仔的创作。参观的民众表示，对展出的作品中看到荷兰甲台湾平埔族群联姻的家族故事，透过囡仔做的家族记录，背后嘛呈现出台湾历史的变化。刚看的其实蛮激动，因为跟我自己本身的故事也很雷同。那其实我平常我也会跟我的孩子讲，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不见得有在寻根，可是至少让孩子知道在过去我们台湾的历史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这跟台湾的历史有相关的，其实非常有意义。觉得很好啊，这是一个很好的让每个小朋友啊知道自己家族的那个根源。新加坡现在因为我们是大多数是英语教育，所以他们对于自己华人的这方面的更加陌生。我也是希望新加坡也是组织这方面的那些活动啦。馆方表示，台北市立文献馆是台湾收藏上侪族谱的单位之一。真侪民众感觉文献是离生活真远的物件，但是这个展览就是为着要让大家知影家庭、家族的相片、录音资料，其实嘛是文献的一款。记录历史的单位无一定爱是官方，私人的资料嘛真珍贵。
族谱也算是文献的一种，因为就大历史来说，大历史是有很多的个人的小历史组织而成。那族谱它其实在讲的就是一个家族的形成，所以我们会很希望说，现在的小孩子也能够追本溯源，了解自己家族的他的姓氏是怎么来的啊，家族是怎么千里相聚成为一家人的。另外，这届的展览嘛有介绍台湾的姓甲名，包括无共族群的号名规则，还有特殊的姓。官方表示，除了让民众了解姓甲名的由来，嘛希望大家拢会当开始追溯家己家族的历史，专门做伙来做族谱。记者王可选、谢桂林台北报道。有人甲赖和叫做台湾新文学之父，伊是台湾重要文学家。中华爱乐团斗绕热走唱队2005年就捌用赖和的文学作品改编做音乐，即马19年过后，应该要出第2张的专辑。希望大家会当来了解有温柔、有坚定的赖和精神。路途遥远，山高无着会到，无个飘浪，他乡是一路好，所爱的故乡，坚信要等我，脚步了命来唱归家。斗绕热走唱队唱的这条台语歌《归家》，是对台湾文学作家赖和的作品改编来的。因伫2005年就捌甲赖和的文学改编做音乐出专辑，了后团员分别在无共专业中拍拼，有的人出国进修。经过19年，总算搁甲斗阵，要搁出第2张赖和音乐专辑《自由花》。20年后，咱开始制作第2张专辑的时阵，咱就搁较读伊的物件，读较深来发现着讲，其实伊的作品足丰富的，所以即马就是阮想要甲赖和即个形象变做，毋是一个单是一个高人尔，伊搁较是一个咱的朋友。负责起步的吴业瑞表示，多数的团员因过拢捌参加过赖和文教基金会的活动，伫文书等方面拢受到真侪启发。但经过这侪年，搁来读赖和的作品，因希望互大家看到搁较亲近咱的赖和，有脆弱、有烦恼也有温柔的赖和。因的专辑名是安怎的号做自由花？甲团讲因毋望互大家了解，咱爱唱爱护一缕花同款圣字，自由的简单才讲会条。而且自由这2字的意象甲意志嘛是伫阮所有的专辑内面，真符合专辑要讲的一种精神啦。我破坏这种自由思想、这种平等公义的思想咱就爱斗来扶持，莫让这堆花去互风吹倒，莫让这堆花去互日晒了互打去。为着要出新专辑，有的人对台南，有的人对恒春，煞来到台北练团。团队表示，大家拢是为着心肝顶的浪漫，得拼一块专辑。目前专辑已经伫咧网络播出，也打算伫6月发行实体专辑。另外，今年也是赖和文教基金会成立的30周年，因也希望透过这块专辑，互大家看到无共面向的赖和。记者卢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较早咱拢是庙口咧看戏，即马外台戏煞是愈来愈少。统计中心2018年开始推动民间剧场计划，伫咧全国办理传统戏剧外台演出。3月开始对家己戏曲，过来5月要伫咧彰化甲唐公演，拢总12场演出。欢迎大家做伙来看戏。来自台北的一心戏剧团，佮有2023年摕到团艺金曲奖评审团奖的广兴阁掌中剧团，拢搬出大家出。5月17开始，连续3日伫彰化宝岛的电安宫演出，要互乡亲体验庙口看戏文化。阮岛的特色就是阮爸爸会晓做编剧，伊写3000几集的剧本。阮的主角叫做大家必出王，这个嘛是咱台湾布袋戏第一个原创出来的角色。较少来咱彰化演出，但是这届阮带着满满的诚意，推出着阮大家的戏出《天下第一家》。这出来台时阵就非常轰动的大戏，要来到咱彰化演出。
过去农业社会，庙口看戏是民众的生活娱乐之一。随着时代变化，即阵要看外台戏的机会愈来愈少。国立团艺中心2018年开始推出民间剧场计划，邀请各剧团伫全国举办外台戏演出。去年开始和地方政府共同举办，要整合中央参地方的资源，让传统戏剧伫每一角市开枝散叶。创艺中心对于咱传统艺术的支持，当讲是对于接班人，然后对于迄个人才培育甲推广，其实非常的用心吼。所以阮即届用民间剧场开枝散叶的方式，甲咱的传统艺术带到来地方。咱过去咧摕医疗伫咱的庙埕馆顶咧看戏，嘛希望咱的乡亲，咱过来回味过去即个感觉吼。团艺中心表示，民间剧场计划杀到整已经搬100外场的戏出，逐年拢有将近1万人来看戏。今年的民间剧场3月由家己拍头阵，5月开始会伫中华、桃园陆续举办12场的演出，期待重现外台戏热烈的光景。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明仔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8度到28度，中部地区19度到31度，南部地区20度到32度，南部地区18度到28度。高岛地区17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日 AM 新闻，我是志刚，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Thank you.